看中部有一个暴力讨销的集团金创秋，拼落高雄讨销2个月以来去几啊改，到被害人的厝共化休共破产，其中有一寡成员去互警察哭去，因家不满，竟然是带一大群人到派出所去呛声，公然来挑战着公权力。所以高雄市警察局都专门来扫动暴力的讨销集团，伫台中甲高雄，甲迄个集团所有的成员总砍起来。姓何甲姓沈的主嫌，洪申请收押核准。特勤小组人员举枪看到目标出现时，随大声甲喊。规阵人冲入门边的小姐一直哀。无穿衫，互人二涂骹，原来伊是暴力讨销集团的主嫌，而且涉嫌10月中这件案件。就真侪人伫派出所外口喊甲大细声，佮出手共杀，规场面险啊失控。权力可以让你们在为非作歹。是你们为非作歹。家庭这袂纠纷煞变成挑战公权力，最后这个集团和警方灭掉。动员警力35人，将首谋何沈两贤及旗下成员共10人逮捕到案。这个集团为今年9月份开始，有几啊摆为中部地区落南用暴力方式讨销，因为对被害人住的所在破邮册等等，因的成员互人抓去，真甘愿归派出所大细声。全案依违反刑法、妨害秩序、恐吓、强制等罪嫌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。为首的何沈两贤，经地检署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。即摆警方兵分道路，到高雄、甲台中等等所在，将主嫌甲集团的成员拢逮捕归案。即摆伊嘛要为因家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